到台湾的网球，人称网球一哥的罗颜芬，绝对是代表性的人物。伊摕过2块亚运的金牌，拍入去奥运5届，第4大满贯赛拢要进到第2轮。尤其是2010年温布顿锦标赛，伊拼入去前8强的经典战役，更加是伊伫个职业网坛的另外一个高峰。2020年东京奥运结束了后，伊宣布退役，为选手变做教练，开网球学院，传承经验。罗颜芬安怎以另外一个角色，继续伫个网球界努力培养后进，帮助更加侪选手迈向人生的梦想。做伙来看。想要进步的，只要谁愿意来，我都帮助任何人。有时候是因为我是卢彦勋，我觉得作为一个教练，我们要以身作则，没有关系。我就更多是他人格上的一个养成，跟他的特质，我们可以怎样去让他变得 better person。伫大日头下拍拼练习，这是2004年的罗颜芬。20年过啊，这段期间伊徛起哩奥运的电动5摆，4大满贯赛拢进入第2轮，温布顿锦标赛排入8强，世界排名上悬来到第33名，种种的纪录拢是台湾网球历史上的第1人。过去了，卢彦勋在这场比赛里面呢，最终5盘击败了 Andy Roddick， 创造历史。同款伫大日头下准时来球场报道，无共的是老汗老渴的目的。欢迎来到卢彦勋国际网球学院。回到中间的时候，你可以重新再开始，所以可以慢下来，没有关系，跳过去。2020年东京奥运结束了后，罗颜芬宣告退役，向20档的职业球员生涯过时。糖尿球鞋不是结束，是成立网球学院，传承宝贵的经验。身体转没有关系，但这个地方出的timing 太慢，不是速度不够，是 timing 太慢。其实最初衷的，我们还是希望说能够就我们的专业，就我们的经验。特别就是说，也希望就是传承给台湾的一个后辈的运动员嘛。你帮我从这边拍一下好不好？拍他击球的位置，正手，然后都太挤在身体这边，看。详细观察选手的动作，及时找出问题，马上修正。几乎在你身体侧边了。你怎么样把球送出去？所以你用很大的力量，你觉得你的球跑不了。第二个，你要因为你球跑不了，你的球员在那边，你又想要让他跑更多，你又用更大力，所以球乱飞，对不对？然后你就觉得哦好累，因为我用很多的力量。但是你看，你打到球在这个地方你的 open stand 应该是这边，这个才是 open stand， 这个才是 open stand， 下，接球到这个地方，记得这个感觉哦啊 ，Good， OK， 所以这是你击球的感觉，好不好？再抓在前面，好不好？你现在很多球都是在这边，或者是 open stand， 你还是要抓在前面。了解正确拍球的位置，浅显喜欢，会更加清澈明了。你先看我打，好不好？你在那个地方，所以你的球应该都要在前面这边打到球，对，前面这边打到球，所以你的动作才能够出去嘛。专家一出手就是在行的，调整姿势甲角度，效果真明显。对，好一点，好球 ，Good。希望能够建立这样子一个平台跟环境。其实你来到这样子的环境下，你就应该是说无后顾之忧的，你只要专心的把你自己准备好。然后把你精神准备好，把你今天你的状态是我要来到球场上面去做训练，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啦。我们不是说禁止你用力，而是你的用力要有效率。
那我们现在要用你的力量有效率，就是我们要先把你的击球点抓回来。网球一个亲身指导，积极沟通专业团队，包括家己在内5个位专业教练，加上3位特定的教练，甲1个防护员。第7面定地球场，为选手精心规划训练的课程。礼拜5那天你们做了什么？后面就发球后面就只有抽跟那边就抽，然后送左右的，然后后面就打分这样。OK， 那先热身好了。我会让你 hold 住，就可以撑在这边。你要花更多的时间在沟通、在讨论上面，然后不管是对自己的团队、跟选手的沟通，甚至跟家长的沟通，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你需要花很多时间跟精神啊。那也要有一点技巧的就沟通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确实没有那么容易。如果他本来自己就是不管什么事，任何杂事他都亲自去自己处理，他也不是作秀，也不是什么，他就是真的发自内心，就是觉得希望这个学院更好一点，然后甚至他连厕所都自己扫。然后跳蹦，高台跑 set， 回拍完，回来，高台再蹦，跳回来，好不好？再一次，蹦，好不好？动，跳回来 ，OK。有时候我们还会也会一起跑艇，其实这些都不是强迫性的，是有时候是看到Randy这样做，我们是自发性的。前日前回到场教学，更加以因的身体状态来调整，让选手一直保持伫上好的状况。你那么早发也没有用啊，你要让它好一点再发，不是，所以我就说你真的要发，就抓最后2、3天再去感觉就好了，不然的话你现在发会痛的，那没有什么意思啊。你只是在那边心里安慰自己说，我可以发球。Go， 出拍 timing， 你身体转，当然球拍都在后面。现在是你身体转没有问题，但是你这个地方要跟着出来在前面。打拼提升技术，嘛爱建立好的心态，才在掉第7级棒球路行的久长。OK， 让他们知道说，哇，整个不管是训练内容也好，或者是整个流程也好，还有包括就是整个职业选手在准备这些事情上面的一些细节，甚至在训练上面的态度跟精神，其实我们希望用这些方式来去感染他们。我觉得卢哥带给我们很多，像是一些想法跟心理上的一些东西，他带给我们很多很正面的想法，就是教我们都往好的方向去执行去做这样子。因为他毕竟也走职业走好几年了，对，然后跟以往我接触过的教练的想法会比较朝向职业方面一点的理念，那他主要也是给我们很多蛮好的观念。那你觉得你从卢哥身上学到最多是说对你目前的职业生来说帮助最大的地方在哪里？不放弃，坚持就是坚持这2个字，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卢彦勋国际网球学院目前在台湾分为2个校区，在台南长荣大学这里是以提供职业等级的专业训练为主，但如果你跟我一样是个网球门外汉，想要好好学习这项运动，把这当作健康的休闲嗜好，那么在新北淡水的真理大学校区会是更好的选择。真理大学的校区以推广为主，由罗干坤的亲阿兄罗伟祖负责管理，兄弟仔分工合作，培养更较侪优秀选手。我主要是负责营运端，对，就是2边的营运，其实我都会负责。那彦勋那边他是比较偏重于这个整个训练跟教练团队都是他在带，包含这边的教练团，其实也都是要定期跟伦勋那边做汇报。那我们想要把这个东西慢慢变成一个产业，对，而不是每次讲到网球，你退役要干嘛？就是当教练。对，如果今天这个变成一个产业的话，那可以做的事情就很多啦。比赛也是一个产业啊，对啊，裁判，甚至运动伤害防护员、穿线师，对，这一整套都下来的话，那其实网球就会有越来越多人参与了。
然后每天才跑2天，时间只跑2天。我那时候在法王威每天跑到那个凯旋门再跑回来。兄弟共心，共同打造理想的网球学院。不过，毕竟韩国内传统的基层校队训练的手法不同，到底安怎调整，对选手来讲，才是上好的养成模式呢？我们把自己定位成，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去帮所有的选手。然后，可是就学校方而言，他们有时候就会担心说，会不会选手来我们这边训练之后，变成离开他们学校？那其实我们在定位上面，我们想要跟他们做一些区隔啦。因为其实对我们而言，我们学院最大的成立的效益，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学院里面的选手最终能够去打这些职业赛成功。对，那对学校而言，他们可能需要的是全中运上面有成绩。可是退一步想，其实我觉得这2个东西是不冲突的。确实，在我们现在这个体制内，我们会相对比较吃亏，因为每个学生他的一个成长过程，大致上都是从学校开始。但是我觉得这不会造成我的困难，因为我们站的立场非常的清楚，就是我希望。只要谁愿意来，我都帮助任何人。只要谁想要进步的，想要来我这边的，我任何人都会帮他。不管你会不会打球的，你打得很一般的，或者你打中上的，甚至你打很顶尖的，来我这边，我就是把你看作是一个选手。我们看怎么样训练你，我们看怎么样去让你在网球上面更进步。虽然短时间内要尽快改变旧观点。不过，真侪国外选手也完全工走来加入瑜伽班。我就是从网上 Facebook 那里看到，这里就是有很多人会在过来训练，香港也有人过来训练的，所以我就想过来试一下。我觉得帮助我最大的地方是心理上跟心态，对网球的那个就是热情跟任何反应都比之前好很多，就是进步有很多。其实我疫情的时候就来台湾了，然后就跟着那种高中啊一起练习。然后我觉得最大区别就是在这边他会 specialize， 就他会就感觉在高中那里就觉得就大家都把你练成同一个人，就像机器人一样。然后在这边他就感觉就学习你这个人，然后他就要帮助你怎么 like excel at your， 就是你的优点怎么能再更好。Feel the ball in your racket longer。没关系，慢慢来。你要有一段时间没打，先习惯。你只要觉得滑掉，都咬不住球，那我就先打死。ball， 你要 hold 在这边，你的身体要 hold 在直线，而不是整个转掉。困难，你说困难，他有困难的地方。他也面临很大的也有面临的挑战，但是我觉得我们收获也很多，因为我们只要看到选手有成长，看到选手每天在球场上面的一个训练，看到我们自己花时间，然后选手愿意去努力去执行，我觉得这个部分我就觉得是值得的啦。这条路有千多挑战，虽然困难重重，伊永远勇敢前行。因为罗干坤想要帮助少年选手的决心，讲正坚定。其实我们就是做教育的，所以我们更多的是在这整个过程、这整个内容当中，我们感染他什么，而不是单纯的教他正拍、反拍。我觉得更多是他人格上的一个养成，跟他的人格上的一个特质，我们可以怎样去让他变得 better person。透过传承，帮助更较多人勇敢向梦想前进。为选手身份替大家的罗干坤，人生全新的篇章，成绩悠远，水开精彩。你每天不会是最完美，但是你每天只想象让你自己进步一点点，那你就会离你的成功或你的目标跟梦想越靠近。